邀我的快乐，我的山地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石盘，我要靠伊。慈爱的人利用慈爱反甲伊，完全的人利用完全反甲伊，清气的人利用清气反甲伊。论到上帝，伊的路是完全的，邀我的话是劝人的。既然我靠伊的，伊就做紧的平台，因为邀我以外，治罪是上帝，咱的上帝以外，治罪是罪盘。咱要来念圣诗，圣诗第169首，圣诗169首，恳求圣神降临，伫咱逐人的心，无所不能，至光至明，享受稳定的心。圣诗169，甲咱起立念全首。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7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壁刀前来受苦，顶是第4来撞到伊府，第3日对小阳光讲话，上天。感谢全能的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邪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我，永远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接下来启用圣诗后壁，启用第15。启文第15篇，启文第15在第4篇第6篇，免得咱三角来启用。上帝啊，你的疼痛为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盛的慈爱，求你撤销我的罪过。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，洗清我的罪恶。我知影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目睭前。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。我有做你犯做邪恶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
受你这法是应该。我伫母胎就是做，出世迄日就是坐日。你以来是内心诚实。求你教示我，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互我洗清气，互我比洗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互你拍喙的骨头，通欢喜快乐。求你安面目看我的罪。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。求你使我心过忠诚的心灵。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。唔通逼我收回你圣的心。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。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。互我对世人通归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。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。主啊，求你看快开我的嘴。我要称赞你。你无爱心理，若爱我欢喜呢？我若免着我坐，你嘛无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爱就是空慧心。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这条菜咱三角拍头来祈祷。先来祈祷，我感谢你，做你圣的日，为着你从阮圣兄弟平平安安来到主你的圣殿，希望我这个平常心灵大信息来到，来敬拜你，相信来到你施恩的道路前，求主你也做到认定甲分辨。分析世间人拢烦恼多，却看了上帝的荣耀，但是你无愿意人人经纶，就得着救。你也小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就是阮的光，是阮活命的源头。但是来到世间的时，受了死，受判刑，伊在担当咱的劳苦，为阮的担当。伊为着阮的过失受害，为着阮的罪孽受刑罚。伊想永远的是阮得着平安，伊受批判是阮得着美好。阮拢亲像油行马路羊，亲像羊行马路，逐人偏向家己的路。阮逐人正人的罪拢归伫伊的身上，亲像油红了到受害的地，伫怎样问人的手的咸咸无声，也无出水。为着疼世间人，甚至为着阮来死伫的过境，流出伊的宝血来洗净阮的罪。为着阮伫救赎内底，为着咱来，为着阮来告我，互阮有永生的愿望。伊若信靠伊的，我靠伊的，就无得因论，就得着平安活。伫顶礼拜，阮天文老师的老爸受主你警告，阮也知伊行的路是真，伊跑走的路以后有尊贵，大免由为伊来存留。阮也知伫即个当中，求主你的恩典甲爱天地，求主亲自伫因的当中来安慰伊作，无论伊所会办的代志，伫归属的过程，也是做事项，会当搁经历做你的疼伫因的当中，毋像做你，老早你甲伊讲，做我在于我，活命也在于我，信我的人虽讲死，也要搁活，只要活着来信我的人，就永远袂死。我也信即个话，做清楚，绝对安尼记。愿脱体擦身落体来出伫母胎，阮共款也要脱体来归回。想事的是耶和华，摕倒转去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就应当来保守。阮也为着阮教会做兄弟，伫阮的内底，伫阮教会内底，无论伫敬拜内底，伫厨房内底。也是伫阮的生命内底，点彩有侪侪叫做艰难甲痛苦，求主你亲自伸出你怜悯的手来安慰。无论伫阮会病痛的身躯，伫阮年后点彩有侪侪会无拄好，也是爱靠着医疗来经历的。
叫做你当地的，知阮的落果是反反对的，就是要阮知影你的问题甲答复。阮若要听主你的声，全部的目的是讲解圣经，互阮了解上帝。圣经中侪侪的言语，因为你的话安定天到永远。阮若少年，阮细细兄弟无伫阮当中，无论因出外悠游伫这离教当中，求主你拢保守因平安，特别伫清明的假期，阮若少年，阮的先祖因早前伫困难的环境，为着后代的付出甲牺牲。阮有当不一点少年的时，将因侪侪美好的脚迹来好的传承，用遮要同款来献上阮的感谢，如果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即个咱要祷告，咱听信我边，我心祷告主。
主知影咱的体质、少量，咱是可以，亲像老爸怎样疼伊疼，上主要因应应的需求。即个咱要来看圣经，看新约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。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18节。约翰福音12章大本是145页，现代的本164页。有人家己按本来读。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，跟着我来读。所以耶稣伫搬过节前，来伫到伯大尼，就是列撒罗所住的所在。伊是耶稣对世人中互伊告爱的，因就伫遐为着耶稣被拜的缘故，听着马大的时候，列撒罗也是同道一个，玛利亚就是一斤贵气真的马大用油抹耶稣的脚，佮用家己的头毛擦伊的脚，香油的香满厝。有伊的学生一个要陪伊的，就是家己人犹大讲，啥事毋将即个膏油画伊仔300个来互送用人啊？伊讲安尼是毋是因为伊关心伫善良人，是因为伊是插各管真地后替所下的物件。耶稣就讲，出于伊就即个留意到我埋葬的日，因为常常有善良人甲恁比较，若是我无常常伫恁甲恁比较，咱圣经看遮，请牧师来讲道，是啥物话？请牧师。咱同齐压头来祈祷。阮主，如阮死，搁我为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要看迄当时你所拄着的代志，嘛来思想，来反省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若是拄着安尼的代志，你爱阮安怎做？天父上帝的心，又搁是爱阮安怎做？互圣神甲阮伫地，互阮明明白白知影，安那会当安慰着你迄时的心，嘛对你的死看见家己的死。阮伫你的面头前来敬拜，愿天父上帝的话伫阮的心肝头。同心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一罐香油，圣经甲咱讲有1斤重，咱毋知影迄有偌济，总是神学家甲咱讲，比安尼搁较大罐。比这搁较大罐，这只有200尔。1斤有可能是这1罐半，遐尼大罐。当玛利亚甲这罐油拍破，规个拢抹伫耶稣的骹，佮用伊的头毛来甲刺。伊的确毋是徛咧，嘛毋是坐咧，伊是拍伫耶稣的骹的边啊。当我头一摆读到这个圣经在的时阵，我想我会当用啥物油
用啥物物件，亲像玛利亚共款，安尼来献互我的主。慢慢啊，当我大汉，我知影化妆品内面有一个香奈儿是足贵的，亲像玛利亚迄当阵用迄个香油赫尼贵共款的意思。我甲上帝讲，以后我大概服侍的时，我要用迄个油，甲家己某芳芳，亲像甲你约会共款，安尼来服侍。即罐就是迄罐。当我每一摆伫用即个油伫抹的时，我就去回想，迄时玛利亚伊的心情。有神学家甲咱讲，玛利亚的心，互圣神来感动。所以当耶稣讲，实在伊，莫甲动，因为伊所做是为着我要死的时，我死的时爱我的安尼的代志。记载玛利亚甲耶稣抹油，毋是伫即个所在尔，伫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嘛共济，拢有记载。有讲到玛利亚流目屎。若是神学家安尼讲的是，安尼玛利亚伊的心迄时就已经知影耶稣就要照伊所提起因的，伊就要死了。伊的心情是无愧外的，就是即工是要请耶稣食饭，嘛是伫欢喜感谢伊的小弟列撒罗死个活，总是拍破迄个香油。伊的目的，毋但是感谢，最是因为悲伤，因为伊知影无过偌久，伊无法度搁看见伊的老师耶稣。圣经甲咱讲，伊伫做即件代志的时阵，拢无讲一句话，伊静静去甲耶稣的身躯边，静静拍破迄个油。是安怎讲拍破？圣经学家甲咱讲，迄个油赫尼贵是上好的，伊就爱规个甲封起来，才有法度甲迄个香味保存。所以若要用，毋是甲拍开。就爱甲拍破，迄罐油爱拍破才有法度。所以赫尼贵的油，通常拢用伫啥物所在？有两种讲法，一种就是人死的时，爱甲抹油，后壁再来摕去；另外一个就是要动房的时。一个查某人，啥物时会甲伊的头鬃放落来？就是伫家己的房间内面，才会做安尼的代志。若是伫公开的场合安尼做，是无合意的。所以咱对遮嘛会当看见玛利亚甲耶稣当做伊上亲的人，会当甲伊面对面做亲密的关系的人，伊甲伊看做是安尼的人，嘛看做是伊的主。圣神的感动，互伊知影耶稣毋但是一个人，伊是主。总是边仔的耶稣
的学生无安尼看，嘛无安尼感觉。当玛利亚安尼做时，伊的心是完全献互主。伊上好的嘛是安尼献互伊的主。若是会当用性命换耶稣的性命，我相信伊嘛会用伊的命来付出。玛利亚是安尼知影，嘛亲近耶稣。总是当伊安尼做时，咱看见耶稣的学生犹大，伊讲啥物话？伊讲，哪会袂甲即个油摕去卖300个文，来分救济伫散车的人中间呢？看到遮，感受是啥物？这个犹大足知影，这个香油伊的价值，看起来嘛敢若足有疼心的，是一个好人。总是刷落来，咱看见圣经安怎讲？伊安怎讲？犹大讲这句话咧，伊讲犹大是贼，伊常常伫钱地内面摕钱出来用，就是讲，若是玛利亚甲这罐油摕去卖，迄个钱摕来的时，是爱交互犹大来管理，犹大就会当照伊以前所管理钱的模样，伊所想要做去做，就是去摕出来，放伫家己的钱地内面。犹大管大家的钱地，伊管钱。是耶稣交托伊安尼做，耶稣对伊有信任，甲上重要的代志交托互伊，总是伊辜负耶稣的交托，常常伫遮个钱内面摕钱出来，用伫家己的身上。安尼的讲法，敢若介轻，讲较来就是伊常常偷摕耶稣所交代伊的钱。圣经讲搁较直接，讲犹大是贼，是贼。犹大讲这句话，伊是有私心的，伊毋是真正看见迄个油的价值会当去做好的代志。伊的私心是这个钱会当互伊来偷摕，毋过伊竟然敢伫众人甲耶稣的面头前讲，为虾米无爱安尼做？为虾米无互我有机会会当偷摕这个钱？玛利亚甲伊的钱摕来买迄个油，
是伊用伊的钱做伊想要做的代志。总是犹大安尼讲的时阵，伊是咧指责玛利亚做一件代志，无顺着伊的意，无顺着伊的心，无互伊会当快活。玛利亚甲伊所有的献互伊的主，把握伊会当做时机。无论是耶稣去因的厝，马代伫无用的时，玛利亚就是伫耶稣的边仔听伊讲话。即时，玛利亚犹原亲像本来伊共款，伊甲伊所有的献互主，伫伊认为上好的时机，总是这个贼，这个罪人犹大，竟然毋若家己是偷偷摕，搁伫公开的场合讲是安怎无爱互我有机会继续偷摕。犹大的心，犹大的话就是安尼，伊毋是真正为着宋乡人伫讲话，伊只是为着伊家己伫讲话。耶稣无甲指责，无甲伊指责，耶稣只有甲讲，互玛利亚做伊想要做的代志，互玛利亚做伊想要为着我所做的代志，毋通甲阻挡，毋通甲骂，毋通讲伊毋对，因为这是伊甲我的关系。伊甲犹大留面子，伊讲宋乡人常常甲恁斗阵，散车的人，有需要钱的人，常常甲恁斗阵，总是我袂不时甲恁斗阵。耶稣甲犹大留面子，伊嘛甲伫遐的人提醒，今仔日你所讲的遐个散车的人，需要钱的人，常常甲恁斗阵。当我无伫遮的时，恁毋通袂记，你毋通袂记做应当爱做的代志。就是去救济，要去帮赞救济，毋是伫即时阻挡别人做伫我心上所爱做的事，才讲。就是玛利亚无安尼做的时，恁嘛爱会记，你即马讲的即句话，才有法度来做。毋通偷摕要救济因的钱，无摕出来。耶稣的意思，遐尼明白，也这么含蓄。常常耶稣
伫因带伊个学生去做应当做诶代志，看见应该看诶事诶时，拢是安尼。想要知影诶人就知影，想要听诶人就听有，总是要甲饲诶人、反对伊诶人，因诶心其实嘛是明明白白。爱救济诶钱毋通偷摕，因为迄是上帝诶缘故。对遮，咱会当看见，嘛会当想起。当法利赛人因去甲耶稣问讲，爱纳税，互罗马政府，伊是要甲耶稣饲，要知影伊诶回答内面会当找着空、找着芳来甲陷害。耶稣的回答是：属伫世间的，互世间；属伫上帝的，互上帝；属该撒，互该撒；属伫上帝的，归上帝。伫遮，耶稣毋是安尼甲犹太家己迄个场合听见犹太所讲的话的人，安尼来吩咐，爱互送向人的，爱互散赤人的，毋通袂记咧做，总是爱做伫天父上帝的面头前，尊趁伊的诫命的嘛，毋通无去做。是安怎安尼讲？因为当即时耶稣甲犹太回答了后，圣经甲咱讲，犹太去找祭司头，出卖耶稣，就是伫即件代志了后。伫讲是安怎买甲迄个油摕去卖，分互散赤人，即个话了后，伊越头就去甲耶稣卖掉，摕到伊所想要爱的钱。迄个钱无亲像伊所讲的分互散赤人，是伫伊家己的手头。即件代志以后，咱嘛看见圣经甲咱讲，遐个法利赛人、祭司头、文士，因遮的应当爱教示百姓，遵趁上帝诫命的，因参详要杀耶稣。10条诫内面，毋通杀人，因明明参详要杀耶稣。毋若要杀耶稣，嘛要甲耶稣所救起来4个月的拿撒勒斗阵杀死。咱看见玛利亚专心的献出犹太的祖宗为虾米无爱安尼做？伊家己无安尼做，伊的私心伫以后，伊的行为内面看见，伊就是为着伊家己来讲这个话，伊去趁伊想要趁的钱，伊去做伊想要做的事。
伫遮，互咱看见一个人伊的喙所讲的话，甲伊的心肝头所想的，无一定是共款的，常常是为着私心，总是家己敢知影。伫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内面有讲到，其他的人看见玛利亚讲破迄个香油来抹伫耶稣的身上的时，因议论、批评嘛共呢，因为安尼是毋对的，安尼是无好的，安尼是无合宜的，安尼是讨债。犹大伊家己的私心，引起其他的人对做一件正确的代志的人来议论、来批评，嘛来共呢。总是其他的人煞无看见犹大的私心，只有犹大家己甲耶稣知影。也毋过，其他的人参与伫中间的，是徛伫犹大的尸骨边，讲共款的话，总是因的心无共。因互犹大的私心引带甲伫罪的路上，总是因毋是本来就安尼想。咱会当看见，歹话、批评人的话，讲出来是心头的意念，无一定是正确的，总是边仔听到的人会受到影响。咱嘛爱足警醒，当咱听到别人的话去批评的时，是毋是嘛爱亲像安尼来插一脚，来做无好的代志。安尼的话，其实毋是犹大讲出来的话尔。当伫教会内面，有人问讲，是安怎遐个牧师无爱结婚嘞？是安怎遐个牧师无爱叫较减生2个囡仔嘞？是安怎迄个牧师娘无爱学琴？是安怎迄个牧师娘无爱学插花？是安怎迄个牧师娘无爱教主日学？是安怎迄个牧师的囝无爱带团课？是安怎迄个牧师的囝无来家己的教会做礼拜？这个议论其实就甲犹大的私心是共款。批评、看人伫奉献的时，足简单的。总是若是会当看见家己讲遮个话，心肝头真正伫想的是啥物，只有家己甲上帝知。当咱的心伫上帝的面头前，会当亲像保罗共款讲，袂记你过去，无看过去，只有看现在。只有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呼召我，爱去赢着，爱去得着迄个目标，就是永远我的性命的时，才有可能看见家己的私心是啥物，才有可能看见家己的骹步敢有跑走伫迄条路顶面，才有法度看见家己是毋是真正知影耶稣无常常甲咱斗阵。也只有知影，迄当时上帝心是艰苦的。
每一工咱拢爱搁较侪金星，伫上帝面头前恳求圣神，互咱知影咱的罪，互咱知影咱的议论，互咱知影咱的批评，互咱知影咱的生命中间迄个也未对付的迄个罪。透过耶稣基督宝血洗清，咱会当哪来哪亲近主，哪来哪完全亲像咱的天父。伫耶稣要受死进前，咱会当为着咱的主献上什么？咱敢有上好的、上贵的，迄个芳芳的油，会当献互救赎我的主？这是今仔日咱通爱来思考的代志。亲像玛利亚共款，完全献上上好的，搁知影爱把握时机，甲耶稣斗阵，嘛爱常常看见家己有亲像犹大共款有私心无，嘛爱常常看见家己所讲出来的话有去影响到别人无。咱嘛爱常常看见咱家己互别人受影响的时，咱所讲的敢真正有正确？常常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头前来亲近，谦卑家己，圣神的确常常引带咱到天父面前来领受伊的疼甲恩典，伊的赦免就安尼一项。咱同心仰头来祈祷。主，阮毋要完全亲像天父，感谢你的救赎，互阮会当对这条路跑走，去得到永远活，嘛亲像天父共款完全。求圣神帮赞提醒，互阮无离开这条路，互阮无亲像犹大行去死亡的路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即条来唱回应圣诗179首，圣诗第179首。圣诗179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归圣子上帝，荣光归伫圣神上帝，荣光归三位一体，荣光上帝，荣光主到万世。感激在手。Yeah.
加这这条方面，而且现在是应该一直，现在是应该专业知识来处理。来报告，加现推经过。咱来看下边，报告事项点点，即我们爸爸农作分调，伫4月初4，也是伫明仔载上午8点伫新店中华天宝城古园特别比赛下礼拜，阮是维拿电鱼加参加营兄弟，请家己来前往来辅助安慰辅助。第二，4月前年连假期间，请已经安排到龙天庭营兄弟创新家族自和影响祝个平安。祝耶稣完成救赎上帝与亲子甲兄弟同在，和兄弟所教的主，见人蒙福健康福分。第三，主日是宗旨，主日透过纪念见人迎接主耶稣进入的操练，一段体会耶稣进城上班的心情。请兄弟伫这个礼拜每一日经文中细细体会因地听咱的旨意。就是下主日4月30要分享一家小会，由教会事工建议在期待请托奖励担当，请奖励担当有伫劳务的时间来聚会。第5项4月3周是总会所行大众访问，中心访问主义，请兄弟以感动使用专属奉献地，共同参与来支持事工。也继续以执行担当来带导。听4月6日是咱讲学顶手节创立，公布下下骹，欢迎兄弟来第7项，伫今年2021年个人奉献证明各所得税通扣缴，已经放伫兄弟奉献册的内底。感谢兄弟为教会献上丰富的付出，愿上帝祝福见兄弟非常感恩，也上大主恩欢乐。再来，咱也看到COVID-19吼，咱家己来看吼，咱知影即礼拜敢若有一个教会领养吼，敢若迄个有一个朋友受感染，结果是迄个教会敢若去3遍。伫8点到5点，过当咱到聚会，搁第3项聚会拢叫吼，所以咱也真细腻吼，就是讲爱非常地高兴吼，甲看顾，宁愿伫遮受感染的咱的同胞就是真好。咱报界消息，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厝的活动，咱这个礼拜是上午10点，剩外地8点上午。上午8点45，
姊妹早点期待是上晚10点，拜五暗时早点期倒为今仔7点半。阿点20家己来看。正当的事项，咱交代是锁定这家平安乡插花年长老签到等的仪式。咱以地州工作牧师、慈惠年长老、朱平刘老师、钟庆、吴永兄、献书献等的指示单明天指示。咱交代是社会这家头长老插花是等的指示，签到就完成。咱看咱的主持的人数甲后面检查，甲咱甲对比来比对。从1点来看，后壁的警察有记载伫罗马府地八乡38、39、39段，但个人来看，后来咱再来10警察来请。我也家己最近得到督导专务一项，就是画记伫后面的书，记伫头前的书，用色彩标来照，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叫咱想。我只有专心一项，就是画记伫后面的书，暗名叫头前的书，用标直直走，为着要得到想，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叫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画名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罗马书第8章38到39节。咱互上来请安吼。平安。这是咱的公道，咱有大道的事项20几项，咱请牧师。明仔早起若有要去参加圣文老师的告别礼拜，今日礼拜煞会当先来甲牧师讲，咱再想看觅会当安怎同齐来去。若袂当去参加嘛无要紧，就是为着因来代祷吼，若是会使，因为咱伫群组内面拢有圣文老师的赖嘛，会当私下再赖伊，家讲无法度去安尼吼，也是会使。咱即马进入公道的时间。天父阿爸爸上帝，恳求你安慰需要安慰的人，因带阮见你的面，
知影家己会做，会当反悔，嘛会当求讨，嘛得到赦免。只是阮要同心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安尼来讲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冤有，亲像阮赦免互阮的人。无去带阮入入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海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来念圣诗，圣诗181首，圣诗181首，同心和乐天地，自然永活上帝，太行文明无穷无尽，照顾不定地，请咱起立来评专首，是大家共同来祷告。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圣神交通的同在，甲恁伫地，赐恁平安，一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谢谢。